以三人在清早的渡輪上為題目，創作一件平面作品。好啦，大家首先要諗一諗，三人清早渡輪上呢個其實係人物、時間同埋地點。三個人物，佢哋之間嘅關係係家人啦、朋友啊、陌生人啦，還是三者都係呢？三個人物或者角色可以發展一個點樣嘅故仔呢？構思一個有前因嘅框架，故事最後發生嘅地點就喺清早嘅渡輪之上。可以發揮想象力嘅方法，如果地點喺渡輪之上，你可以問渡輪係點樣嘅渡輪呢？係平常見到嘅渡輪呢，還是特別嘅渡輪呢？渡輪喺海上邊係一個咩嘅海呢？係一個咩國家咩地區嘅海呢？呢個海又有咩特別呢？係污染咗嘅海啊？係地球嘅海啊？係以前嘅海啊？還是係而家或者係未來嘅海呢？另外，如果前設係一個愛情故事嘅話，呢個可能係充滿咗愛嘅海都唔定咯。咁如果呢個設定係戰爭故事嘅話，呢個就自然係一個被戰爭摧殘嘅海域或者海港咯。有咗呢個背景設定之後，呢三個人物嘅身份就好容易確立到啦。你可以設定呢三個人嘅身份係父親、母親同埋兒子，而呢幅作品可能就係講父母親陪同要上前線作戰嘅兒子喺清晨搭送別嘅渡輪，呢個畫面咪就係一幅生離死別嘅送別場面咯。